次我哋介紹呢間380尺嘅單位，間咗3間房，但都可以保留到大廳有足夠嘅活動空間。設計師利用咗隱藏門、衛生飾面板及特色電視背景牆等等嘅設計，去營造整體空間嘅一體性。房門完全融入喺整個設計裏面。主人房利用金屬條及條子嘅設計，將衣櫃門完全隱藏。加上梳妝台嘅拉鏡，更加可以充分利用櫃體嘅空間。書房嘅佈局係上床下衣櫃及書台，床底下設有燈帶，就慳咗放置台燈嘅位置啦。至於客房入面都能夠容納到衣櫃及床頭櫃。設計師將廚房改為開放式，地櫃可以做到 U 字型嘅設計，可以放到洗衣機。雪櫃及洗碗碟機外儲物量亦都增加唔少。浴室重新佈局，做到乾濕分離。多謝各位收睇。如果大家對今集嘅介紹有興趣的話，都好歡迎向我哋查詢。下集見。